今集同大家介紹一下愛彼皇家橡樹離岸型2623-8OR。1972年，愛彼石破天驚咁推出咗標徑達39毫米嘅全不鏽鋼皇家橡樹腕錶，一舉奠定咗頂級品牌運用不鏽鋼嘅材質進軍運動錶嘅領域，帶標徑當道以及腕錶外形設計等經典潮流。1993年，愛彼推出皇家橡樹離岸型系列，更大型、更堅韌嘅外殼，加上高達100米嘅防水深度，青出於藍咁成為咗另一款嘅經典。2623-8OR 腕錶，錶殼以 18K 玫瑰金打造，標徑42毫米，厚度 15.2 毫米。腕錶經過咗無微不至嘅手工精修裝飾，呈現出品牌經典嘅霧面打磨同埋拋光處理嘅精緻外觀。喺藍色嘅錶面專刻住小型格紋裝飾圖案。腕錶維持咗原創皇家橡樹離岸型計時碼錶嘅縱向計時配置，但係小時計時器與小秒針嘅位置對調，小時計時器移至12點鐘嘅位置，小秒針則移到6點鐘嘅位置，分鐘計時器位置不變，依然留喺9點鐘嘅位置。喺錶帶方面，搭配咗愛彼最新嘅易換式錶帶，可以好輕鬆咁自行更換錶帶同埋錶扣。2623-8OR 腕錶由4404自動上鏈機芯提供動力，由433件零件製成，動力儲存至少70個小時。此外，透過藍寶石水晶玻璃底蓋，可以欣賞到精美嘅4404機芯。呢一款咁精彩嘅2623-8OR，你又點可以錯過呢？